廣州龍獅嘅李長波入選係最令人意外。最後一刻，即將征戰男籃亞洲盃嘅中國男籃定低咗12人大名單，趙睿、胡明軒、廖三寧、程瑞鵬、黃俊傑、朱俊龍、趙嘉義、胡金秋、余家豪9個人基本上冇咩太大嘅爭議。廣州龍獅嘅李長波入選係最令人意外。李長波係一個擁有4號位壯實身材，喺上個賽季喺招柏橋受傷之後改打中鋒嘅球員，佢唔怕對抗。比賽態度積極，可以為球隊提供打小陣容可能性嘅潛力，只不過佢仲喺度進化緊。始終當對手有標準身高嘅內線，一旦守聯防之下，就需要李長波有3分投射能力。上個賽季係李長波第一個 CBA 賽季，從 NBL 到 CBA 再到國家隊，佢嘅空間角色同定位仲有進步嘅空間。28%嘅3分命中率仲需要提升。當然佢可以為球隊帶嚟提速作用，而對於李長波個人首次進入國家隊，絕對值得慶賀。另外一個係雷蒙，外線投射能力當然係佢強項啦。喺佢同張寧之間嘅考量咧，除咗外線投射，大概仲考慮到咗身高差距，而同樣考量都會出現喺徐傑同高思岩之間。徐傑嘅特點係小快靈同3分，但需要戰術體系服務。高思岩係防守，從個人角度嘅猜測。唔單止係佢哋兩個之間特點要去做比較，更多係考慮到咗定咗趙睿、胡明軒同廖三寧之後，徐傑嘅運控技術佔比就會降低，戰術體系自然都唔可能為佢做太多嘅服務，發揮唔到徐傑嘅優勢，剩低嘅就係劣勢。高思岩或者係可以喺一啲相對割裂嘅比賽裏邊提供更多1對1防守上面嘅支撐。當然陣容思考可能性有好多，但諗同做係兩件事，剩低嘅問題唯有交俾時間同主教練郭士強。